大有民俗来跟我们做一个精神的洗脑，让我们也会听到大家应该有所警惕。虽然年纪长大了，来时间不长，还好，这样讲的话，我看晚上睡不着觉啊，因为精神太紧张了啊，不是你紧张或紧张，因为年纪大了，太有所以第六看，第六看，他到上天主课，以牛奶中科技，看问题的媒体也还是经过业大给予批判论述，因为那是大公司，但是又后来又拿出来这么给真的也因为受到大心胸，也像一个父亲或者是叔父的这种慈悲，真的我们让大家在内心上得到很大的这个感受。因为这一次我们虽然这个免费的晚会，希望大家的那个变成我们这2天这个晚会所听的道场跟所学习的真理，还有先人慈悲这种圣训以我们以后为行道中这个目标希望各位真正的能够按照师尊老大，还有院长大，还有我们各位演员师讲书，跟我们讲道去实践力行，这也是大家必须要认真的、实际的做到。那当然，后面这一课是说修办道见证没有，没有在
大法，还有诸佛菩萨的护持。当然，还要感谢我们各界前贤前人有周诺好天道保留到现在，让大家真的得到能够超生超世。其实，各位大家应该在修办道过程中，每一位点点滴滴都应其实来说，我们各界要求讲细然后他就说道归实讲，归无传，归大德者赞，归大智者不讲。这数记即是一样，给大家来这来的亲理解体会。那么讲这个这个理概概，所以这个这个理不一简单，拢是原因的给大家来听到。虽然但是咱都应该知影，过去先所讲，不少。虽然世间是行，但比外面来运动就些，但是不少。当然，这是不记准，咱上天都把这个版不团的这个细胞先去团，好这个世界，不要大家拢是这样，简单。